在座的老师对联动用法常常听到，可是怎么用我想今天分成2个部分来讲。今天我是专讲这个联动的用法，而且在我们的句法里面呢，这联动的用法呢是非常的频繁，然后什么时候怎么去使用它，然后它到底是在句子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想今天呢，我有一种想法哈，因为有的老师说，我看老师的书，我的书呢是不太容易入门，因为有很多的新的名词。的确，我们要学新的一种科学，第一个碰到的时候都是一些专有的名词包括我们现在学语言，我们学阿美语也会碰到。如果我们只要牵涉到科学的东西你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新的名词，像阿美什么联动啦，什么这个谓语主语什么标记这些东西呢，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有这样的素养，不然的话，我们将来在教学上的时候呢，就一定会碰到的。我上次有讲过，以前我们是只有说话来传承我们的文化，那教育我们的孩子说了就做了，我们做中学的民主。而现在呢，他们已经不在家里学族语了，也没有人在家里讲族语了，怎么办呢？我们国家现在就为了能够复振我们的语言，所以大量的去培育很多的老师。那希望老师呢，在各级大学里面赶快把这个族语把它复振起来，教我们的孩子。所以现在变成老师就变成传承族语的一些重要的角色了所以现在我们教小朋友的时候，都是凭书面开始教育我们的孩子讲话了。以前是我们口说就可以传承，但是我们当老师的现在都是书面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书面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对书面的东西要很清楚，我们去传承的话才传到很正确的所以今天呢，我去尝试一下我那本书，我现在不在我有2个部分，一个呢是从书本里面让大家去看，我一方面解释，你们一面看，然后呢后面我这一堂课解释完了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下一堂课是我们把练习做起来，把练习做完，这个就完整的概念就差不多就 OK 了所以呢，请各位老师我把 PPT 写上去，你们也可以把你现在的语法书的看一下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让你们看是不是这个书是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难呢？不会的，你只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绝对是可以看得下去的请你翻开161页各位老师，你翻一下161页这边有一个联动结构马达麦多好，马克莱多，有找到吗？有你一面看我的 PPT， 然后方面呢对照你的书我的书里面呢，那个校稿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些错字，顺便利用那个时间可以改一改。那我现在的 PPT 里面都是改好的我有补述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呢，请各位呢，我把我的 PPT 播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今天特别用说明的部分呢，我就不要再做那个要 PowerPoint 都是很简短、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来看看用书本的内容的角度呢去说明，会不会比较好？然后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练习，那透过练习来让大家更熟悉我今天讲的东西，是不是都了解了？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我前面呢，有些地方的说明的部分呢，我就不要重新再处理 PPT 哈。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有看到画面吗？妈妈拉多，妈妈拉多好，好，这个 PPT 呢，我再放大一点哈。我看一下，放大一点的话，这样有没有比较大？有哈 ，OK， 好，那更好。我从这里这样说明哈，你们里面说有一些东西我稍微改的，那些润稿过的，所以看我这边的说明会比较清楚哈。好，第8节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联动结构。什么是联动呢？我们先看这个说明哈，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再加以解说哈。文句中哈，一个句除了谓语之外，还包含有一个或是一个以上的动词连着使用，也就是说，一个句子里面呢，可能有2个动词会连在一个句子里面会有2个以上的动词，这个我们称之为联动的结构，或者是叫做联动的用法啊。等下说明就知道了。谓语这个字呢，不一定是动词哦，可能是静态词，也可能是人名，可能是地方副词等等。谓语跟动词之间必须要有联动助词，这个联动助词呢，我们就是啊这个字啊，我们叫这个联动助词啊，这个叫联动词，或是我们叫联动助词，有的人叫联动助，这个都不念了啊，联动词，就联动助词最好，来连接彼此之间的关系。联动结构通常都是谓语，也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静态词哈。后面有动词的时候呢，通常都要加一个啊这个字，所以呢，动词前面都会有啊。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啊通常会省略啊，因为快速嘛，只要不影响你的本意，你省略掉，不会有差这个什么那个意思不会差太多的话，我们通常都会丹尼米萨拉玛啊，我们丹尼米萨拉玛啊，丹尼米利在，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口语化，丹尼啊米利在吉巴奈，丹尼吉巴奈啊米利在，本来我们那个啊是要有的，可我们口语的时候是很少用到啊，但是我们是正读法的话，你还是要把这个字用到上去啊。所以呢，谓语跟动词呢有3种模式啊。这3种模式呢，一个叫并列模式，一个叫补述模式，一个叫受格模式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先看到什么叫并列模式啊？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并列模式。第一个动词并列模式说，联动结构中只要讲联动结构，就说这个句子里面一定有2个以上的动词啊，2个或是3个动词啊。也就是说，联动结构中呢，谓语跟动词共有一个主词，也是主语的时候，表示同一个主词，一个那个主词呢，涉及到2个或是2个以上的行为。比如说，丹尼是不是一个动作？米利在也是一种动作，也是一种行为。丹尼和米利在是变成有一个句，比如说巴奈来向我打招呼呢，丹尼及巴奈
阿美利在伊达瓜难。这个时候，这个句子，我这一句话呢，就有2个动词在里面，所以呢，这2个动词中间通常会有一个这个动词哈，所以呢，这2个动词的联动，这两种动词连接的模式称为并列结构。也就是说，这2个动词都是同一个人的行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式哈。Romakat kako talapisudasan。本来，那我们就这么说 ，Romakat kako talapisudasan。我走路上学。那我们为什么也可以说 Romakat talapisudasan kako？我走路上学去。那这个可以不可以不要？口语的时候会省略 Romakat talapisudasan kako， 但是基本上，口语化的表达，我们当老师一定还是要把正确的、正读的要把它弄清楚啊。好，这2个句子我这边有分析哈，解说这个句子是由 Romakat kako， 这是一个句子，我走路。talapisudasan kako， 我上学。我有2个行为，一个是我走路，我上学。把这2个句子合成一句这2句合成，这2个合成句呢，是由一个主词改过的行为，将一个主词一个主的行为呢，将另外一个主省略，后面的一个动词呢加一个它就合起来了，就变成就说本来是 Romakat kako talapisudasan kako 变成 Romakat talapisudasan kako。这个就是变成这个2个动词连起来了，都是改过的位置啊。所以呢，原来的就是 Romakat kako talapisudasan kako 都是改过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有2个改过，所以一个省略，你省略前面也好，省略后面也好，都可以啊。你看下面啊，好。这个为什么会变成等一下，我用整页模式这样比较好。好，我用，奇怪，怎么样会比较好哈？好，我还是用整页模式，这样比较好看懂哈。好，所以呢，这2个动词中间就就好，就出现了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上看，好，再看这个第2句呢 ，Tani kako minanam tu sono bangsa， 这个也是联动结构啊，你看一下 ，Tani minanam tu sono bangsa kako。把kako放到后面也可以。那这2个句子 ，Tani， 实际上这2个句子呢一样的啊，就说这本句呢2个句子 ，Tani kako 我来嘛 ，Tani kako 是不及物动词，后面 Tani kako 就后面都没有了。然后呢 ，Minanam kako tu sono bangsa 是我来学阿美语，把这2个句子合起来等于什么呢？Tani kako minanam tu sono bangsa， 你把kako 放在后面就会变上面这个句子，把kako 放在前面就会变下面的句子，但是后面这个会出现。所以呢，本来有2个字 ，Tani kako minanam tu sono bangsa，Tani minanam kako tu sono bangsa， 这是我们所谓的联动结构。记得第1种结构一定是一个人的行为，请看下面会比较简单的哈。Talaloto kako amikasoi， 它原来是等于Talaloto kako mikasoi kako 等于 Talaloto amikasoi kako 这2个就变一样了。所以呢，把 kako 放后面，前面随便你。所以呢，变成2个动词在一起，我们这个叫做联动结构啊。
我们再看下一个 Domiran kami aromateo， 我们站着唱歌。好，本来是 Domiran kami Romateo kami 啊，本来有2个，然后呢都把另外一个 kami 省略了，就变成 Domiran kami aromateo 或者 Domiran aromateo kami， 这样的就是这个就变成联动的用法啊。第3个 Malalok Jinamo Mitsudat Malalok Jinamo 他很认真 Mitsudat Jinamo 他是读书，他读书他是很认真的，那怎么办呢？2个行为，一个人有2个行为，所以呢，好 Malalok Mitsudat Jinamo 这2个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快速的在这个念一下啊，你看啊 Mararit Ko Salikaka Amitolon Ikyokai Mararit 是个动词 Ko Salikaka Amitolon Ikyokai 这看懂吗？其实呢，这边有2个都是 Mararit 连着就是经常 Mitolon 是祷告，所以呢这2个字 Mararit Amitolon Kusalikaka， 你把那个 Kusalikaka 调到后面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这2个动词 Mararit Amitolon Ikyokai Kusalikaka， 兄弟姐妹这个兄弟姊妹呢在教会很认真的祷告啊，就会是变成这个现象啊，一样的。好，我还是用这个好了，这个模式，这个好像很奇怪啊，这样我就可以好。那再看下来，第5个呢 ，Dani Cimarang Mikapoto Saopo Anini， 马上今天有来参加聚会 ，Dani 是个动词啊，这边我还是讲哈 ，Mikapoto Saopo Anini， 这个也是一个啊，其实 Mikapoto Saopo 是一个动词片语啊，时间不要管它了啊。好 ，Dani Cimarang Mikapo Cimarang to Saopo 是不是2个？所以呢，把这2个呢，把马上放后面 ，Dani Amikapo to Saopo Cimarang Dani Amikapo to Saopo Anini Cimarang 啊，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我们继续往后看一下。好，我在第6题完了后，等一下请老师们念一念啊，让你们有一点感觉啊。再来，你看 Dani Cimarang 啊，马上来了。马上干什么事呢 ？Minanam tu suanu bangsa， 马上呢，本来后面还有两个主词 ，Minanam tu suanu bangsa， 这个怎么办呢？因为这里省略掉一个马上，所以把后面的省略掉就是这个句子，把前面的省略掉，后面就变成前面的这个句子。这个句子有没有看出来？这2个动词，一个呢 Dani， 一个 Minanam。这2个动词呢，我们叫 Dani Aminanam 啊，这个呢，你看是谁来 ？Dani Marang， 写阿美语的是谁？还是 Marang？ 所以把 Dani Aminanam 都算了帮助起 Marang。这种一个主词有2个动词，我们叫做联动结构啊。好，现在呢，请几位老师来念一下第7哈，来7就一次念2个。第1种跟第2种都一起念哈，那个一杰老师王一杰，你来念一下第7哈，王一杰啊，王一杰不在吗？还是江秀英？好，江秀英第7。今妈妈米能读，你比玛丽努念。礼拜哈再一次啊，下面还有啊。礼拜哈今妈妈米能读，你比玛丽努念。OK， 好，你比玛丽上一次有讲到为什么要你比这个字啊？你比玛丽本来是努念是米玛丽嘎米这个字，米玛丽嘎米这个字变成受词了啊，多啊，米能多，米玛丽嘎米这个字会变名词，上一次有提到这个啊，米能米能这个字是及物动词，后面呢多是它的受格标记，所以他看什么呢？米玛丽嘎米，他看我们打球，
大家看我们打球的样子、打球的技术、打球的方式等等啊，所以这个是利弊。因为米麻利是咪动词，所以你弊啊就变成名词化了。所以咪这个整个叫动词片语念得很好啊。所以所以说爸爸看我们打球啊，这个打球爸爸这个很高兴的去观赏我们的打球啊，观赏观赏我们打球的那个技术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吴新慧老师第8题，念一下这2句，请。Lumuap tu cipanai misakaranam。等于 Lumuap tu misakaranam cipanai。有没有发现这里有2个动词？有。一个是起床，对不对？对。一个呢，煮早餐叫 misakaranam， 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联动用法啊。好，我们再往后面一点点啊。好，我们看到好，那第9，下一位老师，这个理事长也顺便好了凑一下热闹哈。吴连成，理事长在吗 ？OK。Sakashiwa，多谢。Sakashiwa。Hai。好。Maharagtu kami Malafi。Hai。等于 Maharagtu Malafi kami。好 ，Maharag 就是 Maharagtu kami，Maharagtu 我们已经好了Malafi kami 也是 Malafi， 是这边有2个动词 Maharag 跟 Malafi， 所以中间有一个这个字啊。但是这是第一种等一下后面会不一样哈。来再看理事长，谢谢你念得很好啊。下一位杜继恒老师，杜老师第10。你好。来，第10念一下。Misatapang kami minanam suara no bangsa。OK， 很棒，下来。Misatapang minanam suara no bangsa kami。OK， 有没有发觉到这里2个动词？有。Misatapang 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 Minanam suara no bangsa 对不对？都是kami的行为Misatapang kami。Minanam kami suara no bangsa 都是一个主词所以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累赘。好，这个也是念得很好我们继续往后看这里有几个练习，哎呦很多还是剩下几个好，第11， 11下一位是哪位老师看一下那个局长既然来了，还是念一下吧汪局长。汪老师，你说Malacavay kami minanam suara no bangsa。好，等于 Malacavay minanam suara no bangsa kami。OK， 这个没有问题嘛好就这样子就很快的给他跳过好，下一位苏璇第12题。嗨，下面是还没有动再往上一点，老师。好，再往上一点点。对不起。好，这样 OK。第12题Nalikai malakasau ku ulip niam mata alif。这是圣经里面的文章好，后面下一句。Nalikai malakasau mita alif ku ulip niam。好，米达列是经过了生命呢转瞬间就消失了，转瞬即逝，我们都要成为过去Narikai 这个字是快，Narikai 是个动词就是谓语了
马达列夫是个动词啊，马拉劳也是个动词，所以这里有3个，一个是这个哪里该马拉劳马达列夫米达列夫和奥列布尼亚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他是跟上帝说话的诗篇里面说上帝啊，我们的生命是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是吧？如果说呢，哪里该马拉劳国列努米达也是可以了，可是他是针对上帝说话的时候是那句话说，我原本的就把它调上来所以呢，这里面有3个谓语在里面一个谓语2个动词，所以呢2个动词中间都有好，我们再看下面最后那个梅花老师第13题，林梅花老师有没有在线上？还是开车什么的？好，学生，请你念下13。好。Dibahasa jikudas password singsi nira. Nauhani maala nira kukskin. 等于 Dibahasa password singsi nira jikudas. Nauhani maala nira kukskin. OK， 你是很优秀的你的发音都很标准这里面呢有几个来先看一下动词。Libahasa 这个什么语 ？Libahasa 是一个状态词，可是既然有一个沙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语？你知道吗？我们叫做引述语引述语就是谓语引述语你们来看看，有机会都看一下是引述，就是说说沙起妈妈说了沙，那个说了是名词嘛，加一个沙以后，把它引述的话呢，说了沙起妈妈，它会变成动词是说木瓦了起妈妈，就会变成这样说了沙起伊那，达罗马阿马拉菲是按说了沙，那个说了是语言，加一个沙它就变动词，所以说了沙，所以那个谓语呢就变成它是谓语，也就是动词。把说尔是告诉，又是一个动词把说尔多信息是又是一个动词，所以呢，这里面有2个动词这是这个后面有一个连接词。那哈你因为马阿拉这个字得到了考上了尼拉古斯金这个是一个动词，马阿拉尼拉古斯金就是他考上了所以他很高兴的告诉他的爸爸。所以呢，这个记得他也是这个谓语呢，里巴哈沙是一个谓语。当做一个动词的概念来去使用，所以后面把说了这个词好，很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谁？林静官老师第14，麻烦你念一下。林静官老师在吗？好。14。Sakafien ina Mizaza Kulafutin。好，这里面萨嘎菲恩，你看这个是谓语，对不对？萨嘎菲是用做成汤的这个是动词，米扎扎又是个动词，所以这边还是，但是呢，即便它不是主动动词它是一个处置动词，但是它还是属于谓语萨嘎菲恩尼那阿米扎扎库拉夫丁来，请你再念一下下面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分辨出来好，萨嘎菲恩。好，下面一样的再念一下。好，我来念好了萨嘎菲恩尼那古比扎萨多拉夫丁。有什么差别？这2个句子有没有差？这里有一个比较记得萨嘎菲恩后面是阿米扎扎，这个地方是萨嘎菲恩伊娜，妈妈是用煮成汤，为什么这个不是用呢？这个就是句法不同这个是妈妈呢那个语是，你看萨嘎菲恩这个字，萨嘎菲恩你伊娜
古拉夫丁，因为这里我们先不要看米动词，萨卡菲尼那古拉夫丁，妈妈呢把那个鱼做成汤，因为它是用你现在用的是个动词，所以呢动词跟动词之间用啊这个字。现在句子改变了，萨卡菲尼伊呢一样是用为语啊，那个处置动词的执行者都是用你伊那，可是呢，比扎扎杜拉夫丁本来是这边是米扎扎杜拉夫丁，但是这个米扎扎杜夫丁这个字啊，变成名词的时候，那个咪动词要变成 b 这个字啊。萨卡菲尼呢过比扎扎，所以呢。米扎扎多夫定变成主词的时候，只要是句子变成主词，一定要把它变成名词，因为主词一定是名词相等于啊，等于名词的东西，所以呢，不可以说萨卡菲尼呢米扎扎萨卡菲尼呢米扎扎多拉夫定不同啊，所以米扎扎多拉夫定改成比扎扎卡。过比扎扎多拉夫定，所以这里面它已经有变化，所以这两个句子是已经不同了。为什么？这个可以说萨卡菲尼呢阿米扎扎古拉夫定，因为萨卡菲恩你呢古拉，这个是过，这边是多啊，本来是米扎扎多夫定的，是米扎扎多拉夫定，这个多，所以这个古拉是个主词，主个标记啊，鱼被妈妈煮成汤。这个是呢，用动词当做主词，所以过在这里了，跑到前面去了。煮那个鱼呢，是用汤的来煮了哈，就变成，所以这个句法呢，煮这个下面的句子的主词是过啊，比扎萨多夫定是煮鱼的方式，妈妈是用煮成，那就用煮成汤啊，所以这两个句子意思是一样，可是句型已经改变了啊。句型改变，所以呢，上面的句子的主词是古拉夫定，下面的主词是古比扎萨杜拉夫定，这两个句法是有点差异啊。好，总而言之呢，我们现在看就是说，一个句子里面有两个动词都是那个的，就是两个动词呢，萨卡菲恩也是一个动词，扎扎根米扎扎也是个动词，所以呢。一个主词有两个这个不同的动词都是那个主词的行为呢，所以我们叫做联动，叫做并列结构啊。我们再看下一个，老师，我有问题。好，请问第12题哈，下面等于那个好，哪里该Malasyaw, amit alif ke orif niam,那个是不是3个动词连在一起？对，是的。Narikai, Malahyaw, mit alif, ko，对，这个是3个动词，3个动词在一起，所以老师讲的并列动词，有啊的话。前面一个动词，后面一个动词嘛？对，后面一定是动词，前面不一定是动词哦。谓语不一定是动词啊。你看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ilutok ami adob cimama ilutok cimama ami adob 怎么办 ？ilutok cimama mi adob， 现在的主词是吉妈妈，对不对 ？Ilodok 吉妈妈是爸爸在山上，谓语可能是地方副词。Ilodok 吉妈妈mi adob， 后面的mi adob 是个动词，所以后面只有一个但是谓语不一定是动词哦，谓语呢有很多种，谓语是地方副词也可以，静态词也可以，动词也可以。这哪里盖是个动词所以这里呢，就是等于有3个动词并列在一起，这样 OK 吗？这样我知道。
位于很，所以我哪里盖是形容那个马拉绕，哪里盖啊变成形容。哪里盖这个是哪里盖啊马拉绕，很快的就消失了哈。这个是可以当做这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哪里盖阿马拉绕瓜里比达，它这个呢是我想想看哈，要怎么说明会比较好？比如说我改一个字哈，它这里仿照能果里果一说有没有？你的衣服很好看有没有？仿照这个字啊，能那仿照能果里果一说这个仿照这个字也是位于那个什么静态词啦啊，但是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谓语的一种。仿照啊，所以呢，能又变成是个动词，所以谓语跟动词之间它就可以有一个啊，只要后面是个动词的话，它就是要用啊来处理。但是它这个哪里盖这个字，它不一定是个动词，像仿照啊能这个也不一定是动词，但是它只要是在谓语的那个位置上呢。谓语加上动词，它就中间加啊了，这样子。仿照啊能不必先一说，所以我在这边前面有稍微讲到说，它一定是对不起啊，我放前面，所以它是谓语啊。我们看这边，有没有看到方红的？只要是谓语后面有动词的时候，后面动词都有一个啊，这样。仿照啊能它就变动词了。哪里盖啊马拉绕，它就哪里盖这个也不一定是动词啊，所以只要后面的谓语后面的如果是接动词，通常都要加啊就对了。这样解释可以吗？好，可以接受吗？好，我们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句型哈。第二个句型是补述模式啊，记得刚刚前面的刚刚的动词是谓语通常如果是动词，它一定是不及物动词，带你是不及物动词，米利在那第一个是一定是不及物或者是个谓语，可是另外一种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动词，像我们表存在的那个动词，比如说联动结构用来补述说明前面的谓语啦，或是前面的名词啦，或是前面的修饰语啦，都叫做补述模式。这么讲还是不清楚啊。比如什么叫补述，就是补充说明前面的，它补充前面，它可能前面的字可能是谓语，前面的字可能是名词，可能前面的是修饰语，都有可能。但是呢，它只能是补述，它并不是联动哈。补述模式是这样的，你看一下啊。第一个 ，iraji marang， 你看带你marang 有过来，可是这个字还是带你是个动词啊，带你，所以呢 ，iraji marang 但是来这个马上有来，这个只能补充这个ira这个字，它不一定是它的动作，是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动词，不是它的行为哈，它不是行为得来的动作啊，就是说马上来，所以呢，带你就是它补充这个来，谁来呢？
马上来，就这样，这个叫做补充说明，伊拉吉马上这样就好了。但是马上是什么？是有马上刚大马，它是过来了，所以呢，这个补述的模式就是马上来了，我们就这样翻译啊。所以这是跟前面的动词又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再看，伊拉古刀给有老板，那个老板干什么？他后面有行为啊，米能能都带尔念。好，这个呢来看我们的工作，所以呢，这个人这个是他的动作没有，但是他是这个补充说明说导给是来看我们工作的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补述模式啊。通常这种补述模式的那个结构呢是通常都是表示第一个，这边你看有2个动词啊，这个动词是表存在的动词，后面呢这个是行为的动词，是导给的行为。伊拉这个字是本来就存在的啊，比如说带你，一个是呢吉马让米利在啊，就比如说来也是马让的动作，米利在也是马让的动作。比如说 romakat 吉马让talapisudalan 吉马让这2个动作 romakat talapisudalan 吉马让，但是本身都是它的动作。可是这样的存在动词呢，它不能把它当作是它的一个行为啊。马让伊拉吉马让啊，马让来了啊，伊拉吉马让，他有马让在，他在，那干什么呢？啊，他就是啊，我们来就说后来看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是这样啊。那我们再看看呢，伊拉个马达能爱阿信息，你看有一个老师，这个伊拉这个字在我们主语里面是有，但不一定是这个形式的。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师是有，那后面呢又有一个动词，把西方纳都算入帮助，就是变成形式的行为。所以伊拉古马达能爱阿信息啊，把西方纳都算入帮助，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师来教主语，所以只有后面这个行为是这个老师的，所以我们叫做补述，他是干什么？就这样啊。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补述的模式啊。所以呢，现在补述的是名词啊，那个补述的是个名词。再看伊拉吉嘎造啊，嘎造有搞造在呢，你们知啦啊。mi pakawanan to mafukila awawa a mitafokos 哦，搞造在呢，他是在那边干什么？是教导那个不会撒网的孩子，所以呢，后面的动词也是联动，没有说，但是呢，这个动词在补充说明改造在干什么，所以也是讲改造。但是伊拉这个字不一定是改造的主动行为，或者是不是它本来就存在动词，所以存在动词就有这种现象啊。伊拉吉改造啊。mi pakawanan to mafukilai awawa mi futing 啊，也可以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种句型大部分都是这个现象啊。好，你看我快速一点哈。伊拉克服些米满，伊拉克服些带你阿米利索阿米多伦伊达关南，现在变成了，你看伊拉克服些这个字这个句子。如果后面没有的话，有牧师在了，伊拉克服些，伊拉克服些，但是后面呢，你们给他服些，带你阿米利索阿米多伦伊达关南是变成有3个呢，在这里有3个动作，有没有发觉到？那个有牧师来，然后呢，有牧师哦，干嘛？他是做什么事？后面有这个行为都是他的，他来了。来拜访，同时来为我祷告。带你，古拉福西，米利索，古拉福西，米多伦，古拉福西，伊达关南，变成后面的整个3个动词呢，都在补充说明这个牧师是来拜访，同时为我祷告。这样的就是还是补充说明牧师啊。好，这个补述模式
好，我们再讲一两个，我今天就跳过，因为我要花1小时的时间再看下一个练习。我们再看不是名词的，这边都是补数前面的名词嘛哈。你再看一下这个字啊。好，我先不要看这个能哈，我先把它拿掉。仿扎过来过一说是不是可以？仿扎过来过一说，你的衣服好看。我把它放回去，这个字呢，能这个字好看，哎，仿扎啊能很好看，仿扎啊能过来告诉你那件衣服很好看，这个啊能呢是看起来很好看，所以这个仿扎的这个字是静态词。然后面又跑出一个动词好看，所以它就变成很好看，这个变成一个片语了。所以呢，这个也补充说明衣服那个什么，补充说明这个仿扎看起来很好啊，什么东西呢？你的衣服啊，这个也是补述呢仿扎这个字啊。那如果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是补述模式，实际上因为这个字是一个静态词，我们讲用补述模式就比较容易解释。实际上它有一个副词的内涵在里面，在补述这个内涵啊，然后来仿扎来这个字啊，所以呢，我们也补充说明它啊。我们再看一个就好了啊，然后来啊，masulot no hang是一张古安尼尼爱阿娃娃，现在的孩子呢？然后来很容易了，阿玛索罗就是，然后呢，阿玛索就是很容易被现在的朋友呢吸引住了啊，所以这个呢，然后呢，他很容易，怎么容易呢？就是被现在的马索罗诺行就是被朋友呢引诱或者是吸引啊。就是说，所以它就是补述这个谓语，这个谓语本身它不是个动词，所以然后呢是很容易啊，所以它补述这个是所以它就变成很容易被的朋友呢那个吸引，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片语在那里面，整个就是它的啊，所以。现代的孩子很容易被朋友吸引住了，很容易被利诱了啊，就变成这个现象啊。所以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静态词啊。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只剩下5分钟哈，这里你就看一下书好不好啊？因为这里都是差不多哈。所以我最后一个呢，这里举很多例子啊。最后这个是补述模式，那个受格模式，请看一下哈。这里有很重要，因为我控制那个时间哈。第3个受格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句子的谓语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记得，句子的谓语啊，它一定是及物动词哦，它会有受跟的。句子的谓语是及物动词，这个又跟他们前面不一样。后面的联动啊，后面的联动用法就是后面的动词词组啊，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字，也可能很多字啊，叫词组啊。后面的动词词组呢是当受词，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我再讲一个，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地方。句子的谓语就是它的谓语是前面这个字啊，是及物动词。既然是及物动词，后面如果有动词，那个动词就是受词。我们举个例子。马乌拉嘎哥，我简单说，马乌拉嘎哥，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哈，我喜欢洗绕，我们说马乌拉嘎哥多洗绕，后面我们通常如果名词的话是马乌拉嘎哥多洗绕，是名词，可是马乌拉这个字不一定是名词。它后面接的是动词的话怎么办？那个动词就是它的名词。马拉嘎古阿古马恩多西绕，那个古马恩多西绕这个动词偏语就会变成马拉这个字的受词。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它的受词不记得。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说，
受词不一定是名词，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呢。如果它是个动词偏语的时候呢，也可能是名词，但是基本的条件是那个谓语前面的谓语是一个及物动词。所以呢，这个句子呢，毛拉嘎哥啊米沙邓，我喜欢采野菜，所以米沙邓啊米沙，因为这个米沙邓是个动词，所以啊米沙邓它就会变成动词，所以这个动词呢就变成受词了啊。所以呢，当中的米拉邓是联动用法，因为谓语毛拉是及物动词，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受词。那我们下面再举个例子啊。马夫给了嘎哥懂安安尼啦，这个我知道是这个是名词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它的名字，这个是没有问题啊。这是名词，一定要有个受格标记。马夫给了嘎哥，或是马凡纳嘎哥懂安安尼啦，都可以，这个都叫做受格标记。OK， 这个我们上一次前面都讲过了。一般的受词如果是名词的话，一定用都当受格啊，按受格标记，所以后面的名词。但是呢，这个是马夫给了嘎哥后面名词，但是它不一定是接名词。你看马夫给了嘎哥阿米索雷东安安尼拉，这个时候呢变了，我们变成有动词在里面，我们这个动词片语呢，整个就会变成马夫给了这个字的受词了。所以我们叫做受格，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受格的模式啊。它的，所以呢，这个动词跟这个都加名词是同一个性质，它们都是名词。所以呢，这个前面的名词有都当受词，因为后面是个动词，就不能再加都给它了，不能说马夫给嘎过都阿米索利，不能这样子啊。所以马夫给嘎过阿米索利东安安尼了。所以我不知道的是，我不懂的事情就是写它的名字我不会，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再看，所以呢，马夫给是及物动词，都是受格后面安安。马夫给是及物动词，阿米索利都是安安尼了是动词词组当受词还是当受词啊？我们就有这个新的概念了。所以很快的，这里面我们再练一下看看啊。你看，毛拉嘎古阿米纳南都说了帮助，我喜欢学阿美语。你看这个大家就知道，这个是动词，又来一个动词，两个动词中间加阿，后面的动词词组它就是毛拉的受词。再看毛拉嘎古阿米当当豆腐丁，我很喜欢煮鱼。后面阿米当当，米当当豆腐丁本来就是它变成一个概念啊，所以毛拉嘎古后面它的受词不一定是名词，现在是变成动词，所以这个是一个受格模式啊。很多毛拉哈毛拉都不要再看了啊，再看第四个米纳南嘎古米纳南嘎古都算了帮助，都算了帮助，我改米纳南嘎古米达夫国伊阿罗这个动词是变成米纳南这个字的受词啊。好，后面呢，我请几位同学来念一下，快速的念一下哈。这个要给它让上去一点。那来第五，好，来第五个，来我们念一下看看，你去感受一下那个动词后面动词可以当受词的那个概念哈。好，下一位是林星海老师，在吗？有没有在线上？还有老师，等他们那里第五，Samanan tinggi hari pun makut. Samanan 哦，好，不方便的话，好，我们去下一位老师，好，高宇老师，麻烦你，高宇。嗨，老师，第五是吗？第五个。Minanam kami semua soal no帮助，对不对哈？我要学习的是什么事呢？我要学后面的这件事情，所以它一个动词哈，动词片语当它的受词。我们学习
啊，米南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叫什么动词？及物还是不及物？及物动词。及物。及物动词，所以后面的不定，后面的动词偏义当它的受词。OK， 好，很好啊。好，许信燕老师第6题，麻烦你念一下。老师好。好。Mi pasifana ku shinshi misanga tu pasi pasiya。OK， 好，这个有没有感觉到说它是来这个米巴西凡纳及物还是不及物？及物。及物，所以后面要有受词，对不对？及物它后面有受词，你刚好它是接的是个动词，所以后面的动词偏义就是它的受词啊，所以这叫做受词受格模式，就这个原因哈。来，我们每一个单稍微念1、2个句子就结束了哈，把手上给他。郭子琪老师，郭子琪有在吗？有在线上吗？好，下一个连美，陈连美老师，第7个。好，麻烦那吉那阿古阿米德努问。米德努问是编织嘛，对不对？麻烦那吉那阿古，我妈妈，她很懂得，很会怎么样呢？很会编织。编织，那个编织是个动词。很会编织。编织。麻烦当它什么受词？当哪一个字的受词？麻烦那的受词，对不对？好，我改一个名词看看，你会不会改一个名词？我妈妈懂，把这个懂她的名字怎么办？这样了，我妈妈懂，麻烦那吉那哥我妈妈懂阿美语怎么说？麻烦那吉那阿苏姆瓦杜邦扎，苏姆瓦杜苏瓦努邦扎。这个也是刚好用的是动词。如果改成麻烦那吉那阿哥都苏瓦努邦扎，可不可以？哦，那就可以，也可以对。麻烦那吉那阿哥都苏瓦努邦扎，可不可以？对，可以。都后面就是变成名词，对不对？麻烦那吉那阿哥苏瓦都苏瓦努邦扎，可不可以？可以。我用动词。我用阿苏玛都算了帮它变成动词变受词，我不要用动词的话呢，麻烦那吉那哥都算了帮它，那就会变成名词。所以呢，你用名词也通，用动词也通了哈。好 ，OK， 下一个彭班奈老师念完我们就休息10分钟哈。你黑大南吗？你黑大南吗？你黑大南。你黑大。你黑大南。你黑大南古娃古米里纳。OK。好，这个字米里纳这个地方也是动词，对不对？这个联动的用法，米黑大南也是动词，米里纳也是动词，因为这个动词现在当什么角色？在句子里面当什么？我的孩子练什么？这个画画，对不对？画画，这个先当什么角色？当什么元素？当受词嘛，知道意思吧？了解吗？现在是他当受词，米达那么是练习，米南那么的意思。米南那么过阿哥后面本来有受词。现在的受词不是名词，是个动词是个动词可以当受词这样子这样解释等一下我们就要看练习就知道了来 ，Carry Wu 第9题，麻烦你念一下。我们练到下一个 Sandy 我们就休息来 ，Carry Wu。来，谢谢。马达老嘎古Kuma entu titi nu watsu。好，现在呢，它的受词是哪一个？受词Kuma entu titi nu watsu。好，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动词片语改成名词？有没有办法造句？Mata lau gaku。我怕鬼怎么说？
Matalau kakutu kawas。你要用到度了，对不对？很好。嗨。你看啊，你现在会用到度，对不对？后面度的话就是名词了，对不对？知道我的意思吗？是。Matalau kakutu kawas。为什么用度？因为后面要加名词，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时候呢，不能，你现在后面加的是动词啊。Matalau kaku a kuma antu titi nuazu。这个后面的动词就是马达劳的受词嘛，所以受词我们不能永远都觉得它一定是名词，它动词也可以当名词用啊。所以你念得很好啊，非常 OK 啊。来，谢谢。再看下面2个句子啊。好，我后面还有几个，念完那老师们念完就可以了哈。来，我们再看下一位老师是，大家有机会念一下啦。Jihak 老师第10个哈。第10个吗，老师？好。Mengeluci sawah amima sawai sawai 是男生名字哈。sawai 是 mengeluci sawai mipa perlu kan Ika ayau no alumanai 很多人的前面ka ayau 哈，说好mangodo cisawai 比如说我们说akak itu nak kemen mangodo tu tahu 有没有听过？有。mangodo tu tahu 说别人不好意思啊，对别人不好意思。mangodo tu tahu 那个 tu 这个字后面是人名，现在 mangodo a 后面是个句子，所以 mi paplo ika ayau no alumanai 在很多人面前呢，他很害羞了哈，不敢到他害臊在多数人的面前演讲，所以呢，这个 mi paplo 这整个动词片语就是当 mangodo 的受词啊。OK 再2个，这个佩云老师第11，佩云老师在线上吗？ini aku 好的，第11题看看。Jua ka panati mayau mi asum。好，这个你知道直由动词是哪一个字吗？本来这个字马法纳这个字是会了啊，马法纳这个，因为它是Jua就是在爱，Jua kafana 就是马兰的在爱 kafana 这个字。本来是马法纳吉马腰米阿罗本来是马法纳是及物动词，他懂得什么事呢？打猎的事情他懂，所以呢，马法纳这个字变否定的时候，朱瓦卡法纳或者是在埃卡法纳掉了，所以后面的米阿罗这个字是联动用法，当什么词？配音当什么词？这个动词当什么词？动词片语当什么词？名词。当受词，不能名词，它不是名词，这样是只能说当受词啊，它是及物动词的受词但是它是个动词的样子，它等于是当受词就是名词相等于，我们只能这样子啊，可以是等于名词的功能，它的功能就是等于受词，受词就是名词相等于啊，所以呢，看起来它是个动词，但是它的作用是当受词，受词也就是跟名词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有很多那个什么概念，什么名词相等于就是等于名词的东西了哈，就虽然说它很长，但是呢，它既然当受词，它就是等于名词的概念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在这里给大家做补述啊。最后再2题哈，我们就休息一下，因为都是在书本上里面，所以你们回去自己看一下哈。来 ，Sandy 神第12题 ，Sandy 神老师，第12念念看哈。Tanam ini asyik pada, asyik no. Jai kapan mama aku minta lakar. OK，
米达拉嘎这个字是个动词，对不对？但现在当什么？当及物动词的什么？受词。受词。及物动词在哪里？法那这边加一个法那。对，加一个法那，本来是马法那，就是它因为变否定了哈，所以呢，它还是虽然它变否定，但仍然是个及物动词哈。OK， 正确啊。最后一位，达嫩麻，达嫩是有智慧的，麻智慧啊。第13题，请你念一下。13，好，马老师。哎，刚才有开了，有听到吗？啊，麦克风有问题。OK， 好了，我老师念了，我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看13题，后面自己看啊。Maulah mibajing iriar totafak ku itang aku cisyaman。好，大家来这里分析一下，这里的主词是谁？那各位老师，主词是谁？itang aku ku 这个是主格标是 itang， 谁的 itang？ 我的 itang， 后面有一个补述的，这个叫小曼，就是补充说明以上的名字叫小曼，所以真正的主词是过的后面这个以上哈。我的朋友小曼所以呢，古以上好，这个是主词，它本来是放在这个马乌拉的后面，马乌拉古以上古吉小曼阿米巴金伊利亚多拉法，可是呢，我就会把它调到后面来的时候，你还是要知道马乌拉这个字是个及物动词，你看啊，这个也是联动的。马拉是个动词，米巴金伊利亚多沙方早上在海边射鱼，这个也是一个动词啊，所以没有啊这个字。所以呢，我问大家，米巴金伊利亚多沙方，这个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当什么角色？它就是受格的角色。它是一个名词相等于的角色，也就是说马乌拉的受词，就是马乌拉这件事情，记吗？马乌拉归当啊，过去小曼杜马安杜甫丁，但是它不是用名词啊，马乌拉归当啊，过去小曼阿米巴金伊拉多塔法这样子，所以那个马乌拉及物动词后面有受词就变成这样，所以呢。只是主词把它调到后面去而已啊，所以呢变成主词受词后面位于这个动词受词这边主词这样子啊，那后面的都是差不多的啊，你们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去做一点练习。刚才我们讲过说，一个句子里面有2个以上的动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叫做联动结构。或叫做联动模式啊，那个联动这个字一定是谓语跟动词，有时候是动词跟动词啊，这个叫做联动结构。可是呢，后面的动词有3种用法，它一个叫做并列的用法，也就是说，一个人有2个都是他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用2个用啊把它连起来叫并列用法。第二个呢是它只有一个那个原来的存在性动词，不是它的动作它本来就存在了它的行为呢，它后面又有一个动词的时候呢，通常那个后面的动词都在补充说明那个人做什么事啊。第3种呢是一个句子里面也是有2个以上的动词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个前面的动词，第一个一定是及物动词，后面才会那个动词我们叫做受格模式所以等于就是它的受词就是它的这个后面的动词呢，它是一个受词的形态，所以我们叫做名词相等，就是它居然是受词，是当了一个及物动词的受词，即便它是个动词的样子呢，其实它是当一个受词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判断一下看看啊，这里有10题啊，请你看看哈，第一位老师是大卫尼古拉斯哈，第一题有在吗？大卫大卫尼古拉斯嗨，请念一下第一句看看。Malaruk ji marang mi aruk。好，你看一看，我现在划线的mi aruk 这个字是属于并列还是补数还是受格？你判断一下。补数模式。好，我念给你看哈。马拉洛吉马朗，我先问这个问题：马拉洛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马拉洛吉马朗，马朗很认真，这是一个句子。好，现在我再给你一个句子：米阿洛吉马朗。然后呢，2个都是马朗，我把后面的马朗拿掉，只剩下一个，加了一个啊。你认为这个叫什么模式？并列模式。对了，叫做并列模式，这样解释就会懂了。所以刚刚在说明的时候，还是要有练习，你们就会有了。所以现在是正确了，是并列模式。一个人有2个动作，都是他的动作，叫做并列模式。OK， 好，第2位老师新慧，第2题。嗨。第2题念一下。Minanan kuawa aku ami saluma。好，我的孩子练习盖房子哈。好，现在是什么模式？这个一样是并列模式。好，我问你啊，闽南南国吧，我的孩子练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呢？所以这个现在问题。看看马拉洛这个字是不及物动词了，闽南南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你先看一下。练习。闽南南都算了帮助可不可以？可以。对呀，闽南南是，所以要你判断它是及物还是不及物。及物，所以米萨拉玛这个米萨鲁玛是什么呢？盖房子。受格模式了，对不对？所以说所以你要判断的东西就是它是及物动词，后面就可以当它的受词了。你看啊，闽南南国我阿国都双了帮助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你可以加都双了帮助，这种不可以啊。像第1题，马拉洛是把吉马朗都后面都不能用都啊，马拉洛它就马拉洛，它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它不可能是这个是不可能是那个受格，下面这个是受格模式啊，所以看起来这个是有一点看起来容易，可是判断起来有一点困难哈。练习一下，大家多多练习哈。所以老师这个是受格模式，对不对？对，第2个受格啊。你看闽南南练习啊，我练习阿美语，我练习画画，我练习什么事情，后面可以加名词的，就是。你要看这个字及物不及物了啊。好，第3个呢，理事长，麻烦你一下，5连成。第3题。Iraku fuksi no kyukai pitulun anini。这是什么模式？ Iraku fuksi no kyukai pitulun anini。这是什么？复习做一件事情是密多论，复习搞不清楚呢。复习密多论，记得啊，表存在的时候啊，伊拉个复习，密曼过来复习，密多论。所以呢，密多论后面的是谁的动作？补数来补数。补数对了，补数这个复习嘛。对。所以呢，这个叫做补数模式。答对了哈。补数补充说明这个模式，伊拉个复习密曼密多论伊拉个所以呢，它就是补数模式啊。看起来都是动词啊，所以这是补数。第1个是并列，第2个呢
那个受格模式，第三个是补数模式啊。好，来挑战一下汪处长、汪局长、汪老师啊，汪秋雨老师、汪局长在吗？有没有在线上？还那个啊，不好意思哈。来第四个，打那么那里。Maulah ku matoasai no pasawali amitskyo， 这是补数。Maulah amitskyo。对对对，那你也这样，Maulah是及物还是不及物？及物。答对了，所以 mitskyo 是它的受词啊。啊，受格。对对，受格模式啊，对不对？一个主词就很长了，主部很多。马多阿塞努巴萨瓦利就是海岸线的耆老哈，就是一个主词嘛。Maulah ku马多阿塞努巴萨瓦利teman，杜夫定好，我们用名词的是杜夫定，可是我现在不要用杜啊，我要用动词的话 ，Maulah amitskyo， 所以它就是一个受格模式啊。对了哈，Maulah amitskyo 它就会变成。Maulah 是及物动词哦，及物动词后面的动词就是它的受词哈，所以大家这样练习就会慢慢的熟练一下哈，很好。来，季红老师，第5题。老师好。好。达拉台巴克，张拉马勒嘎嘎米古利。哎，这个是并列模式。答对了，太棒了哈！你看呐，达拉代邦是我们马拉嘎嘎不要看了，张拉马拉嘎他们2个兄弟就是一个主持人。达拉代邦张拉，你看达拉代邦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不及物，对不对？所以不及物不可能，它不可能会是它的受词，不及物动词不会有受词啊。所以呢，达拉代邦张拉马拉嘎嘎，你看呢，达拉他们去台北干嘛？他们干嘛？他们工作，所以呢，他们去台北就好了。他们去工作也是他们，所以呢，这2个动作都是他们2个兄弟的动作，所以并列模式啊，很清楚，非常好哈。苏贤，下一句来第6。苏贤在吗？林苏贤老师，有听到吗？第几个啊？第6题。第6题。第6题啊。喂。好，第6题 ，ini tuh。ini tuh kugabah nuniaro mi balafang。补数模式。答对了，很棒哦。补数哪一个？米巴拉放是谁的动作？嘎巴，对了哈，嘎巴努尼亚罗啊，努尼亚罗是补数它哈，所以米巴拉放嘎巴尼，所以这个 ini 跟 ira 这个字都叫做存在动词，所以呢 ini 都啊那个来在了啊，它来了啊，就说已经在这里了啊。ini 都已经在这里了，什么人在这里？就是嘎巴努尼亚罗在这里啊，他们来这里干嘛？我们是补充，他们是来把它放啊，很好。下一位呢，银梅花老师第7个，试试看。梅花老师，等他们的嘞。哎，谢谢。哎。Mitanam kaku mitafokus i aru。好。你看这个是，它是哪一个并列补数还是受格？受格。答对了，你怎么知道它是受格？因为一个人的。啊？是几一个人呢？是吗？这样。及物动词，这个重点是及物动词后面，你看我写阿美语可以当名词。我写米达佛过也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可以当受词，所以呢，重点是主词呢，第一个是一定是及物动词，后面呢，如果有动词的时候，它就会是它的受格哈，如果不及物的话呢，它就不可能会受格，它就会并列了。你看啊，如果这个字像第1题呢，
比如说我想，比如说我来米达夫过，我改一个字啊，不是米南南好了，带你改过阿米达夫过可以吗？我看带你是及物吗？带你这个字，我们上次有讲到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带你去干吉古拉斯，后面带你这个字是不及物动词，对不对？那后面呢，阿弥达佛过这个等于就变成带你嘎过，弥达佛过嘎过变成这样，所以变成它是，如果用带你的话是并列，为什么呢？因为带你这个是不及物动词，所以那个及物不及物是很重要的概念哈。及物的话，后面它就变成有受词的啊，所以米达呢这个字，我们语感要很清楚说，那个及物跟不及物的概念呢，一定能够，你看我举2个字好了，马夫爹是及物还是不及物？来，那个梅花老师，马夫爹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马夫爹，马夫店改过，马夫店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马夫店这个动词，马夫店是动词啊。对。你好，米当当煮饭菜怎么说？米当当这个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不及物。米当当是米当当，你看米当当都否定，我可以加动词啊，可以加名词啊。及物。对呀，及物动词就是女性啦。母性，它后面可以生小孩了。你看，米当当都否定，不及物就是后面不能加毛夫定，搞过不会都否定了。所以呢，动词它是有男性跟女性啊，不及物就是等于就是像男生一样了，他不会生孩子了，后面不会有东西了。女生呢，女性呢，后面会有生小孩，可以有孩子了。所以男性跟女性不一样，他会生小孩，一个不会生小孩。所以说马夫爹这个字呢，马夫爹看过，马夫爹记呢，马夫爹记呢，一些干了还是地方副词。马夫爹这个字后面不会加名词。米当当的话呢，米当当记呢，你看这2个字，马夫爹记呢，妈妈睡觉就好了。米当当记呢，你还会再等，在煮什么？后面要有东西给他，所以米当当就是及物动词，马夫店是不及物动词啊。那个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概念是在语言学里面是，只要看到动词就先学会这2个，分辨它是及物不及物动词。这个语言学里面是非常重要，不管是英文、中文跟我们阿美语，只要是语言的东西，动词都会一下子就分，像人一样了，一个马上就判断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这个就是在学语言里面的很重要的概念哈。好，继续下一位了，智慧老师刚才是第7嘛哈，第8个来。Iraku fokusi ataini milisur mitulun itakuanan。好，这是哪一个模式？那么多，我不太晓得，老师，因为我刚8点25分才进来。Iraku fokusi有牧师啦，有牧师这个字啊，有牧师，因为这一句也是一个句子 ，Iraku fokusi 就是好了。但是你Mangkura fokusi， Taini milisur。好，Taini也是他的，起码古代尼也fokusi， milisur 起码fokusi的。米多伦呢，亚拉福西，所以后面有3个动词联系在一起，这些呢都是谁的动作？复习的动作，所以叫补充说明复式的，叫做复数模式。复数，3个都是。对，后面3个整个都好几个动词连在一起，都是指讲这个牧师的动作嘛，所以连续动作有3个啊在一起，就是这样。好，再看一下，再一位老师呢，好，陈学胜，好的，结束到。はい。Umanalukai amitsusa kurawawa ni namo。对，这个是模式。
这是并列还是补数还是受格？有没有看出来？啊，对啦，100分哈。为什么？你先不要看这个字啊，米祖拉不要看到哈。乌马拉罗盖古拉娃娃，你那么就说那么的孩子是马拉罗盖这个字是名词，对不对？他是那个那么的孩子是很认真的，啊，认真干嘛？他认真做什么事？你看，马拉罗盖米说的就是读书很认真，还是补充说明他的认真是什么认真？是读书认真还是打猎认真哈？这是补充说明这个字，所以这个呢不一定说明，这个是补述说明它是刚好是一个名词啊，补述他是认真的一个人哈。所以这个句法呢是补述模式是正确的哈。其实很容易判断啊，动词在前面它就是并列嘛，及物动词后面是会受可模式嘛，现在它是名词，一定是补述嘛，静态词名词都是补述啊。好，这样了解吗？你看那个补述先拿掉，看看乌马拉罗盖古拉娃娃你那么这个字，所以这个做什么用的功能呢？它补充说明，它只能补述前面的啊，没有了啊。但是下面的句子跟它是一样的，但是句法已经改变了，请看一下哈。下位呢，来那个静观老师，林静观老师，请你试试看这个第10题哈，你再念一遍看看。Malalok mitsusat kurawawa ni namo。OK， 知道意思吗？哈，意思跟前面的是差不多了。这是什么模式？并列模式。答对了，哇，你好棒哦！你看啊，我先拿掉啊。马拉洛这个字是及物不及物，你看很认真，不及物嘛，对不对？你看了，我先把它拿掉。马拉洛古拉娃娃，你那么可不可以？我这样可以。我不是马拉洛古拉娃娃，你那么通不通？通嘛哈。好，我把那个前面的米祖拉古拉娃娃，你那么通不通？通。所以呢，我把主词只是调到后面去啊，所以2个动词连起来，它就变成马拉洛，它不及物动词，后面那这个动词，那都是这个人的行为呢。你看，马拉洛古拉娃娃你那么，米祖拉古拉娃娃你那么，都是娃娃你那么的动作，所以呢，它是并列，这样越来越清楚了吧？哈，不错，金光你很优秀啊。OK。你看这2个句子呢，第9跟第10，看起来乌马拉罗盖阿米苏拉古拉娃娃你那么，我们也是这样讲，可是我们会讲都不知道怎么这个句法是，这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我们以前会讲啊，头目就是会讲啊，但是呢，你叫他分析他不会。乌马拉罗盖阿米苏拉古拉娃娃你那么跟马拉洛阿米苏拉古拉娃娃，你那么看起来都一样，可是怎么分析啊？可是刚好你们2个，陈学生跟静观，你们2个都答案都把它弄对了哈，所以你再多看2遍这本书，你就熟了哈。这个今天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哈。OK， 我再下另外一个 PPT 啊，再下老师，我头脑有一点乱哈，可是我刚刚一直想办法把它归类它的规则哈。我发现那个什么叫做并列哈，就是一个主词，2个动词。答对，这是我的心得。是啊，就是这样但是第一个前面一定是要不及物啊，不能有及物啊。第2个就是那个受格模式是那个动词前面的动词哈，对，是及物的。答对，就是这个，就是后面要有那个受格一样。对，用阿连结这个是受格模式。对。那个补述模式哈，我现在抓到的原则就是一个是来去动词，
存在动词啊，存在动词两个后面哈，只要呆尼多、伊拉多，伊拉还是呆尼哈，后面的动词，它就是所谓的补述动词了。对，补述那个人。补述模式啊，补述模式，对对对。马达马多先写。只有一个字 ，inito 跟 irato 了。inito irato。Daini 这个字是不及物动词哦。Daini 阿米夫定 Daini 阿米里在 Daini 是那个不及物动词，会变成只有 ini ira 这个字啊。ini ira。这个就是那个行为，它不是他的行为，是他本来 ira kufu定那样 ira cipanai ira cinamo。那这个 ira 这个字是表存在动词，不是那个人。这表示存在动词，跟其他的不及物动词跟及物动不太一样啊。你已经帮我整理好了嘛？那个汪局长，你已经都帮我说这个怎么弄？所以有时候，对，后来发现这样的规则哈，应该是这样子啊，哥。马达麦多，所以那个呢？谢谢阿赖。那已经是帮我整理这个今天的那个什么联动用法是很频繁，可是我们就这个怎么讲？就是每天都在用，但是如果哪一天学生要问这个是有什么差别，那我们作为研究语言的老师哈，如果到了大学。这两个句子，你看明明像第10跟第9都一样，为什么会明明是一样？我们都说了哈，可是它却是排列不一样，因为排列不一样，它有一定不一样的那个什么表达方式嘛。所以你这样一整理以后呢，更清楚、更简单又更容易那个什么辨别了哈。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页嘛哈，页数哈，可以了哈。我们再往下看，再看下一个，只剩下10个哈。好，刚才是秦马多加，刚才是静观嘛，林星海老师。老师，我现在在忙啊，我等一下还能过，等他们那个给我好 ，OK， 好，大家了解哈 ，OK， 好，谢谢。孙荣春老师，荣春。第11题，孙荣春。嗨，大家你好。嗨，判断一下划线的那个部分。tu Minanam kaku tu sulit no bangsa。嗨，这是它的词性是什么？不好意思呢，老师，我45分才进来，这个前面我都没有听到。很简单，你看到多哈？嗨。所谓的邦扎是什么意思？原住民的文字。好，我在学习。Minanam kaku tu sulit no bangsa， 这个呢，这个词性是当着这个叫做受这个受个标记，对不对？后面是受词，所以呢。我们叫做，因为它是个度是一个受格模式，后面是个名词，对不对？所以这个名词不是一个字，好多是3个字，所以我们叫做名词片语啊。它是一个受词，它是一个有时候它是一个字，有时候2个字，有的时候3个字嘛。但是呢，它这个是及物动词，后面是受词啊，所以呢。后面这个词性就是受词啊，或者是叫名词都可以，我们翻成用受词好了哈。好，所以Minanam这个字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呢Minanam kaku tuman sulit no bangsa， 都是受词啊。好，下一位呢高宇老师。好的，下一位高宇老师第12题念念看。Minanam kaku sulit tu sulit no bangsa。
一样的闽南那那后面呢是当什么？受持啊。啊，对了，就是受持。它这边是动词，你看啊，其实一样的，它这个两个都是及物动词，是嘎过都是主词，对不对？上面的是个名词当受词，对不对？现在这里呢是什么？动词偏语当受词，对不对？动词是一个字，动词偏语就是连同后面的整个都是啊。mi sore do mi sore do sore do 帮在就是写阿美语的文字嘛哈，所以这里呢是啊后面加动词，全部我们叫做动词偏语嘛，因为这个就是联动模式啊。你看啊这边有一个动词，所以两个动词加啊，所以后面是个动词，所以我们叫做动词偏语，它是一个受格啊，受格模式啊。划线的部分，我们叫做词性，它是一个受词，现在是受词啊，它也是一个联动用法，当受词用啊，受格模式啊，这样可以吗？解释了解哈？了解，谢谢。好，许新燕老师第13题啊。老师好。好。Minanang kaku tu ni pisuli ni mama tu suli no panca。OK， 这个是当什么词？这个句子里面它当什么？名词。当名词。对了，我们可以讲名词是一个字了，我们叫名词相等语啊。好的，名词也对了哈，就是当它的这个句子当受词，答对了哈。但是当受词哈，为什么当受词？因为闽南那么是什么？及物动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整个，所以呢，这三个有不太一样的，其实意思都你看，闽南那么个国度说的东邦扎，它是用名词表达；闽南那么个国阿米说的东邦扎是用动词来表达。第三个是呢，闽南那么个国度你比说的你妈妈都说的东邦扎是，本来这个字啊。mi sore ji mama do sore no bangza， 把它名词化以后呢 ，mi sore 变成你比 sore 你妈妈 do sore no bangza， 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句子啊，一个句子，把它变成 do 的受格之后，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名词啊，所以呢，这个就整个都变成名词了啊。也就是受格了啊，所以闽南那么高过度上了班，所以你想受格也对，当名词也对啊，因为受格就是名词相等语嘛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位呢，郭子琪老师有在线上吗？啊，还是在忙哈？来，陈连梅老师，下一个句子，连梅。陈连美老师，第14题哈。放在能古拉胡瑞一数。好，划线的部分做什么用？看。对。你的衣服很好看。是那个字写错了。哦，放上了。哦，对不起啊，放炸了才对了，不是放炸啊，放炸了，放炸是 L 哈，哎，这个我改一下，对不起。好，方丈这个字，方丈安的那个古拉夫的一首，啊，这个是还是用刚才那个角度来说，它是什么模式？是并列呢？应该是并列。呢？还是并列？
仿照这个字并列啊，anengan kurafudo iso。这个是仿照是那个仿照的是很好看啊。你的衣服好，我对呀、我老师我是用猜的并列，应该是并列模式。并列是，除非说是这个人有2个行为才要并列呢。这个好看就是补充说明，那个这个叫补述模式啊。哦。补述模式说仿照是很好，什么好？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好。你的衣服啊，看起来很好，所以这个叫补述模式啊。好。哦。不太好。那这样等于是仿照啊，能就是存在，也是本来就是这样了。不是，ira 是的意思哦。ira 是有 ira， 你还要再看一下那个 ira 这个字啊，跟 ini 这个字啊，通常都是，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动词了 ，ira ini， 所以这个字呢，仿照是静态词，所以它后面呢很好是怎么好？看起来很好啦，看起来非常好，所以呢，它是补述这个好什么什么是看起来很好，所以补述它啊。好，我们再看第15个。好，彭老师，彭巴奈，第15题试试看。Hai, mineng kakutu mitsudatai awawa mi asip tu zulat。好。它是并列模式。mineng kaku，你看这里有2个人哦，我在看，对不对？还有娃娃。啊，都mitsudatai是mitsudatai awa是我在看孩子。好，我在看小孩，是我在读书吗？还是孩子在读书？你看一下。孩子在读书。所以呢，我主持在gaku是主词啊。gaku是主词，对不对？mineng gaku，除非说mitsudat gaku，mi asip gaku， mineng gaku mitsudat gaku才是并列啊。可是 mineng gaku 都mitsudatai awawa都mitsudatai awawa mi asip tu sudat， 所以后面呢，这个是补述说明这个。我在看那个mitsudatai awawa就是学生啊，我在看学生干嘛？学生的行为，所以补充说明学生。mitsudatai awawa， 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所以说，你看那个主词，你要当主词是gaku啊，那个mitsudatai awawa， 我是看个，不是我在看书，是读那个什么学生在看书嘛。mi asip tu sudat 在读书嘛，所以呢，他在补充说明娃娃不是我这个主词啊。好，谢谢阿赖。好，了解哈。OK， 好，最后几个来，下面一位Carry Wu， 第16，快结束了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第16题。老师。吉妈妈。Miucur cimama I dakuanan dalam bicularan。好，这是什么模式？我还以为很简单的，原来它不简单。好，看一下，这里有几个人？主持是谁？2个人。有2个人啊，一个没有做就是叫我妈妈，妈妈是主持嘛？来，妈妈叫我去上学，谁去上学啊？我嘛，这不是我嘛，不是妈妈嘛？记得主持的行为，一个句子里面的主词哈，主词都是他的行为，叫做并列啦。并列。比如说 ，Romaka cimama dalam pisularan， Romaka cimama dalam pisularan，
都是爸爸的行为才是用并列嘛。Romaka ci mama tala pisu lalan ci mama， 那把它连起来。Romaka ci mama tala pisu lalan， 现在不是啊。Mi ucur ci mama itakuanan， 前边爸爸叫我催促我干嘛？要我去上学噻？去上学的谁？是爸爸还是我？不是爸爸，这个不是主词，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呢，去上学的是谁？是我嘛，大瓜难嘛，是我，对不对？所以这个补充说明我要去上学了，了解了吗？补述模式是补述的，记得那个主词了哈，主词一定是2个都是他的行为才算哈。好，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一下那个补述并列的问题哈？补述模式。好，这个可能还要多看一下哈。来，还有2位，谢谢老师。其他来试试看。超过了3分钟没有关系哈，刚才晚了5分钟上课。老师好，等我一下，不好意思。18题。第18吗？哎，不是第17吗？17嘿。哦，巴拉吉那伊吉巴那样米萨嘎拉南。好，对。这应该主词是以那，然后这是补述吗？答对了，因为呢，以那是主词嘛，米巴拉是帮妈妈叫醒巴奈，对不对？对。叫醒巴奈干嘛？煮早餐的是谁？是巴奈。巴奈不是妈妈这个主词，对不对？不是妈妈的2个动作哈，所以呢，它是补述模式，对不对？好，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了。老师，我终于看懂了。看懂了没有？对，这一题而已啦。有没有看懂？这一题应该就是跟上十几啊。差不多，是不是？16题，对。如果我改成呢？如果改一个字哈格隆啊，你呢去巴奈米萨卡拉南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哦。哈格隆啊，你呢？那就带着巴奈去煮餐的就并列了哦，对不对？那因为现在是妈妈叫巴奈煮早餐，那个煮早餐的动作是巴奈的，不是那个不是主词的哈，这样你就分辨出来了哈。对，谢谢老师。记得哈，一个主词有2个行为都是他的，这个叫并列哈。这个没有不是这个伊娜叫巴奈，并不是伊娜的动作啊。好，这样有看出来哈。第18呢，最后2位 Sandy San 老师第19吗？18。好，马乌拉吉夏曼米巴金伊利亚。好，那什么模式？这个是补述受格模式。对了，是受格。你看，喜欢这个字是及物动词，对不对？小曼喜欢什么事？小曼喜欢海边摄影，对不对？所以这个后面呢，是因为这个叫做什么动词？及物还不及物？马乌拉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有动词是它的受词。答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念。好，最后答能马来马老师最后了哈。好，最后第19题。19题，戴拉利亚吉什曼米巴金。对。戴拉吉什曼米巴金，摄影嘛。吉什曼米巴金。一个主词。来，主词是小曼，对不对？受格。达拉利亚，谁去达拉利亚？小曼。米巴金，起码叫米巴金哎。小曼。还都是小曼的动作哦。